Hello，大家好，我航叔歐宇航啊。航叔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響渥太華國際機場。咁好似我呢類住響多倫多嘅朋友上嚟渥太華，基本上好少會搭飛機嘅。咁事關揸車啊4個零鐘啦。咁啊長途巴火車亦都非常之平，亦都唔係差好多時間。咁究竟今日乜嘢風吹航叔嚟到渥太華國際機場呢？唔係搭飛機，而係搭鐵路噃。咁事關2025年開始咧，渥太華機場就係一條聯繫市區嘅機場鐵路開張咗啦。咁所以今日航叔咧就特登上到嚟同大家開箱一下。咁究竟睇下點樣搭出去市區，幾錢幾耐咯噃？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一齊開箱。喺帶大家登上呢架新開張嘅渥太華機場鐵路之前呢，都希望大家能夠幫下手訂閱、點讚，同埋有興趣嘅話，不妨喺下邊留言區留言下啦。嗱，喺鐵路未開通之前呢，其實連繫渥太華機場嘅唯一公共交通工具就係呢架97號巴士啦。咁啊，遲啲呢個鐵路開通咗，完全運行之後呢，呢架巴士嘅運行嘅情況呢，亦都會有所改變噶啦噃。各位要乘搭渥太華機場鐵路嘅朋友，其實你哋需要走翻上去離境登記大堂，見到呢個紅色圓圈，好似 Donut 咁嘅標誌呢，呢度就係渥太華 O Train 嘅機場車站啦。嗱，渥太華公車局旗下嘅鐵路系統呢，又叫做 O Train， 而我哋由機場出去市區呢，就會一次過坐晒呢3條線噶啦。嗱，順帶一提，響渥太華乘搭公車，當然可以響車站即場購票之外呢，佢哋亦都係使用同多倫多地區一模一樣嘅 Presto 卡噶。現金購票$4.05，使用 Presto 卡呢，則係$4噶，並且可以響首次拍卡入閘之後90分鐘內轉乘任何渥太華公車局嘅普通路線。而我哋首先要乘搭嘅就係呢條機場嘅4號線啦。嗱，上到嚟呢架渥太華嘅機場鐵路火車咧，你睇下啲車窗幾大，內裏亦都幾寬敞嘅。咁但係如果有留意開渥太華交通歷史嘅朋友，可能會發現呢架火車有啲面試噃。咁其實呢架火車咧已經購買咗我諗10幾年㗎啦嚇。咁之前咧響2號線營運嘅，咁中間咧因為某啲問題停咗，咁一路咧擺咗個倉，到而家咧開翻條機場鐵路線先至拎翻出嚟嘅啫。直至2025年3月，2號線同機場嘅4號線呢，都係每12分鐘一班。除咗話需求唔係特別大之外呢，亦都因為大部分嘅路段都係以單軌雙程行車，咁所以某程度咧可以話窒礙咗班次增長嘅空間㗎噃。嗱，其實呢條渥太華嘅機場鐵路咧得3個站嘅啫，基本上咧機場坐多個站，嚟到呢個 South Keys 咧，跟手又要落車，再轉對面月台嘅另外一班車，繼續出去呢個渥太華嘅市中心㗎嘞噃。係啊，大家千祈唔好咁老定，帶晒啲行李上車就以為可以一站坐到入去市區。嗱，假設大家要由機場坐到去國會山莊呢，係要搭3程車轉2次車噶。嗱，只不過由頭坐到落尾都係4蚊。嗱，另外由市中心前往機場方向，大家去到 South Keys 轉車嗰陣呢，係需要響同一邊嘅月台轉車，因為2號線嘅南行同4號線去機場方向呢，係用同一個月台噶噃。好啦，跟手我哋轉乘嘅呢條2號線，又叫做 Trillium Line， 早於2001年已經開始營運。嗱，當時全長得5公里嘅啫，班次疏之餘路程又唔遠，啲乘客寧願搭巴士好過啦。嗱，終於等到2019年，渥太華市議會決定延長2號線，並且加多條支線連繫渥太華機場。工程由2020年開始，原定2年幾搞掂，點知就一拖再拖。經過5年嘅時間，呢條2號線嘅新延版，連同聯繫機場嘅4號線，終於喺2025年嘅1月重新營運。講到今時今日嘅2號線呢，全長已經增加到19公里，合共有11個車站。
重開之後，當局更加購入咗呢款瑞士製造嘅柴油電力列車。每列車最高載客量可以高達400人嘅。呢款嘅輕便鐵路有啲特別㗎。見到合共5個車卡，前2卡同後2卡都係載客車廂，而中間呢一部分呢，原來係個動力車卡嚟㗎，由柴油推動嘅發電機嚟到提供動力，比起早一款由法國阿爾斯通製造嘅柴油列車更加慳油。只不過無論你哋搭到邊一款車都好啊，大家行到入車廂咧，都可以感受到響北美洲比較少有嘅歐陸火車感覺噶噃。雖然話路程遠，又要轉幾暈車啊，不過一路搭咧，未入市區路段之前，大家都可以透過廣闊嘅車窗咧，欣賞兩邊美麗嘅風光噶。而今日嘅火車響離開渥太華機場嘅時候咧，更加俾我見到呢架加拿大全新嘅空軍1號專機。唔知第陣時有冇機會開箱呢架空軍1號專機俾大家睇下呢？好啦，坐下就嚟到2號線北面嘅 Bayville 總站，大家需要再行上去上面嗰層接駁1號嘅輕鐵線呢，就可以直出渥太華嘅市中心。呢條東西行嘅1號線又叫做 Confederation Line， 響2019年通車，響建造期間都係出現咗無數嘅問題同埋延誤，但如今已經成為好多渥太華市民不可缺少嘅一部分啦。1號線有好多車站咧，都係非常之有用嘅，包括有國會山莊同埋主要商業區嘅 Parliament 站啦，購物同娛樂區域集中嘅 Rideau 站、渥太華大學站啦，以及渥太華火車總站所在嘅 Tremblay。而當局咧現正進行緊伸延工程，會向東咧再加多5個站添㗎噃。坐下都忽發奇想㗎，架火車就算唔可以直接駛入市中心啊，其實響 Bayville 總站開設直線列車去機場都可以行得通。但我諗咧都需要等到搭鐵路去機場嘅乘客量增長到某一個程度咧，當局先至會咁樣考慮啦。好啦，韓叔咧終於嚟到渥太華嘅國會山莊啦。咁啊，其實咧我諗我摁咗係3條線啦，唔知幾多個車站啦，一路坐嚟到依家咧。大概1個鐘啦，都要1個鐘嘅。咁啊，你話渥太華國際機場係唔係一個好重要嘅機場呢？咁啊，睇起上嚟交通樞紐上邊又唔算係啦。咁你話有個公共交通嘅網絡連接到佢，咁啊當然係最好啦。咁但係你轉嚟轉去呢，真係轉到我頭都大晒。尤其是係多倫多嘅朋友呢，唔上嚟渥太華都好少機會搭飛機㗎啦。咁啊呢條線呢，坐俾大家，又係等大家咧知道有一條咁嘅線。咁啊有機會，又或者你係嚟自溫哥華、卡加里坐飛機嚟到渥太華嘅時候，咁啊不妨咧坐下呢條火車線啦。好，喺呢個時候咧，韓叔又係時候要告退啦。咁啊下次再同大家開個箱啦，拜拜。